Welcome to the League of COVID Pandemic Spotlight。歡迎收睇疫情聚光燈。今期要介紹嘅係阿禮迷惘少年。阿禮係一名沉迷網絡遊戲嘅中五學生。阿禮就讀喺皮城中學。曾經佢都係一名喺學界聲名顯赫嘅標槍同籃球選手。自從幾年前疫症爆發之後，校隊訓練停擺，課堂亦轉做線上課程。阿禮就開始咗佢足不出戶嘅疫症生活。面對住日復一日百無聊賴嘅生活，同埋對於線上課程嘅唔適應，阿禮開始投入於網絡遊戲世界，作為令自己娛樂放鬆嘅方式。但係久而久之，隨住 DSE 考試嘅壓力逼近，阿禮漸漸用多咗時間喺打機上面，去逃避對學業嘅不安同埋無助感。直至到遊戲嘅時間終於慢慢失衡，佢嘅生活全方位被網絡遊戲蠶食，家人亦都愛莫能助，只能望住佢蛻變成新一代鍵盤戰士，漸漸陷入於網絡虛空中嘅漩渦。阿禮嘅被動技能係全面干擾。阿禮嘅網絡遊戲成癮，為佢嘅生活多個層面都帶嚟咗嚴重嘅負面影響，包括咗家庭、人際關係、工作學業、身體機能，甚至係日常作息。喺工作上面可能會因為打機而冇精力，甚至係唔去返工，工作效率下降。學業上，阿禮會將大部分嘅時間投放喺打機上面，減少咗溫書做功課嘅時間同埋精力。嚴重嘅時候甚至會走堂，欠交功課，甚至係唔去測驗考試。社交方面亦會為咗打機而減少咗同家人、朋友或者係伴侶相處嘅時間，令關係變得疏遠。日常作息亦會變得紊亂，就算覺得非常之眼瞓，亦都會勉強咁樣繼續打機，喺身心關係上都帶嚟咗嚴重嘅負面後果。阿禮嘅 Q 技能係內授狀態。每當阿禮進行網絡遊戲嘅時候，佢都會為自己疊加內授狀態。內授狀態會隨住遊戲時間而持續疊加。同酒精、毒品或者其他令人上癮嘅物質一樣，阿禮會為咗達至之前打機嘅滿足感而不斷增加每次打機嘅時間同埋投入程度，繼而令到打機嘅時間越嚟越長，漸漸蠶食咗其他活動嘅時間，對其他活動嘅興趣亦變得越嚟越少。阿禮另一招技能係失控之慾。當阿禮打機嘅時候，佢會觸發失控效果。當失控效果生效時，佢會將自己禁錮喺電腦面前，任何其他人對佢施放嘅毀儀效果均對佢無效。阿禮會日以繼夜、廢寢忘餐咁不停打機。佢進行遊戲開始、結束同埋持續嘅時間都難以受佢控制，就算佢經過多次努力，亦都難以成功。喺一個狀態之下，阿禮會因為想持續打機而唔去沖涼刷牙，個人衛生習慣變差，三餐唔定時進食，甚至有時會冇食一兩餐而持續打機。另外，阿禮嘅睡眠規律變得混亂，經常會為咗打機而遲瞓，睡眠不足。第二朝容易遲咗起身，起身之後精神狀態亦都唔好。睡眠質量下降，嚴重影響咗日常作息同精力。喺日頭容易陷入疲倦嘅狀態，影響工作或者學業。阿禮嘅 E 技能係關係割裂劍。佢喺接落嚟嘅一段時間會拎出佢嘅關係割裂劍，對佢周圍嘅友方單位持續作出附加傷害。阿禮即使明知道長時間打機對佢社交關係嘅危害，亦都難以停止。佢會選擇嚴重咁樣減少，或者係放棄慣常嘅娛樂或者係社交活動，令社交關係變得疏遠。嚴重嘅時候，甚至會可以為咗繼續打機而欺騙父母或者係友人，
忽視或者係不顧呢一種嘅行為，對於關係同信任帶嚟嘅破壞。阿禮嘅大忌係戒斷之怒。當阿禮進入遊戲成癮嘅狀態之後，減少或者停止打機嘅時候，就會觸發佢嘅戒斷反應，出現煩躁、易怒、焦慮、心情低落等嘅負面情緒反應，同時亦都可能會感到周身唔舒服、注意力無法集中，甚至係入睡困難等嘅身體症狀。家人幫忙戒癮嘅時候，容易激發佢嘅暴躁反應。而當阿禮企圖自行停止遊戲嘅時候，亦都有可能因為難以處理同埋面對學業同埋考試嘅焦慮感，而選擇逃避問題，重返遊戲嘅世界，以作為緩解負面情緒嘅途徑。阿禮存在住兩種狀態，如何識別佢嘅打機成癮狀態至關重要。喺正常情況下，阿禮只係一個熱愛打機嘅少年。即使打機時間頗長，日常起居、個人衛生習慣並冇受到太大嘅影響，同家人或者朋友食飯、社交等嘅活動亦都能夠維持。佢亦都冇將打機作為佢嘅生活重心。而打機成癮狀態下嘅阿禮，生活各方面都受到嚴重影響，打機成為生活重心，學業、社交等嘅時間嚴重減少。日常作息變得混亂，甚至出現負面嘅情緒或身體症狀。如果發現平均每日連續打機嘅時間達到或者超過6個鐘，而且符合成癮嘅症狀達到或者超過3個月，就唔應該再忽視打機所帶嚟嘅影響，去尋求專業嘅意見同諮詢。下一集我哋一齊睇下阿禮嘅爸爸唐尼係點樣喺疫情之下將阿禮喺打機成癮嘅泥沼當中將佢拉返出嚟。